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今天呢，要为大家访问到的这位人物呢，拥有傲人的学经历，在环境工程、环保跟市政方面有相当杰出的表现。现在呢，更进一步在商业发展方面开拓出了一片天。那现在呢，就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位集专业、智慧跟美丽于一身的贵宾。让我们欢迎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张黄珍副院长，欢迎您。碧纯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好开心访问到我们副院长哎，因为副院长在之前哦，在我们台南市担任环保局长的期间哦，时常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相信观众朋友对你非常的熟悉，因为到那时候你时常上节目来宣导市政，然后让我们这个台南市的环保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好，那之后呢，我们局长呢，高升到云林啊，然后现在又到商营院，所以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请局长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呢？您在离开我们台南市去环保局之后呢，后面又经历了哪些工作，让你现在变得哇更加的美丽，然后又更加的精明干练的，非常的棒。我首先要讲一下，我今天来到市民新生的节目，我就想回想到以前6年多前吧，哇，我经常到这个节目来，然后今天再度看到美丽的碧纯一样，甚至比过去更年轻漂亮。你也是，然后看到这么多的我们的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很亲切，好像回到以前。似乎是没有离开过台南是一样哦，我觉得那种蛮亲切的，回到娘家的感觉。事实上，我离开台南已经6年了，哇，已经6年，所以6年以来，我在6年前离开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然后到云林县担任副县长，在4年前呢，再离开云林县政府，然后再到这个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对，所以也这个经历了2个职务，不同的历练。对，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来看的话，也是非常的似乎是比对我来讲了哈，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一个不同的事物。对，但是对我来说，最怀念的、最喜欢的还是台南市。因为台南市是我的故乡，好，那这里有我的亲人，同时有我当时热爱的工作、跟团队、跟朋友等等，所以回到台南都觉得特别的亲切。对，所以其实后来大家都觉得你是高升了，但是你认为说，你还是最喜欢我们台南市啊。那我们知道说，您当初在我们台南市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台南市的环保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而且还常常获奖，对不对？那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呢？那几年我在台南服务哈，对，应该是那个时间蛮长的哦，对，有8年8个月。包括在原来的台南市区，我们的6个行政区，对，原台南市。后来在这个合并升格之后呢，有大台南，对，大台南。那事实上这2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任务哈。那我觉得其实印象最深刻就是说是合并的时候啊，要整合这么多的一个区的这么多区的清洁队。然后把环保的工作让它能够一致化，同时考虑到原来各个乡镇市就各区它的特色，对，把它的优点都把它发挥出来之后，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让所有的服务能够更往上一层。好，那这是印象比较深刻，包括开始前4年是进行相关的最基本的资源回收的工作，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这个长青阁，好，那一直到合并以后呢，我们秉着过去的亲近家园的工作哈，同时将环保的工作推到低碳城市，这我想是大家比较容易记得的几个重大的部分。对，所以其实在推动这些工作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口号讲一讲很简单，但实际上要推动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尤其那个时候，你从这个原本的6区到后来变37区，哇，这么多。然后您刚有谈到说，你还要兼顾各地的特色跟风俗人情，对不对？所以这当中其实应该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我觉得那时候是没有想到困难，
是想要说我怎么样做可以让我们原来非台南市的31个清洁队，31个这么多的社区，37个区的这么多的社区邻里哈，对，还有37个区的相关的市民的服务，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更好。对，好，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困难，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一个把它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是这样，对，我觉得其实可能一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说，环保局长女生呢，但是后来你的做法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说很能接受。其实你就是，女生更细心、更贴心，然后想的更多。所以你这个环保工作方面啊，像你刚刚有讲到这个长青阁，然后到后来甚至我们整个低碳城市的推动，其实我觉得在您手上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对不对？在低碳城市，其实这就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嘛。低碳城市是在那时候是民国100年，100年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我就跟当时的市长，跟他报告，就是我们的现在赖副总统，是，我们那时候刚好是环保署要推低碳城市，所以他就问我说，这个真的有中央真的有那么多的补助款吗？好，是真的吗？我们如果拿到低碳城市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有那么多的补助款吗？那我就跟当时市长报告，就是说，低碳城市是每个国际重视永续发展城市必走的一条路，必走的。那这条路一旦很明确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台南市的永续发展，永续就是说，包括不管是经济面，不管是环保面，不管是其他的社会面向，都可以做到永续。都可以做到共好共荣哈，对啊，这是一定要走的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那就一定要拿得到，这样，我们就把它拼了力，就是拼全力，就是一定要，后来终于不负使命啦，也拿到这个低碳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示范城市。对对，哇，那这真的是不简单，那个要拿的过程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哇，所以事实后来也证明说，当时的环保局长呢跟市长的这样的建议是对的，而且让我们台南市真的跻身在让人家觉得说你在环保方面是国际级的，对不对？很不简单。那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包括那时候的我们的我们的赖市长，包括以前的秘书长陈美玲秘书长，包括各局处，我们都总动员。事实上，我不敢居功，我只是说我们是做最后面的幕僚的工作，帮大家把事情做好，做好相关的整合的事情而已。好，那您就是说，您身为台南人然后在台南市环保局当局长也当了这样8、9年的时间，然后后来突然间就是说，怎么跑去当这个云林县的副县长？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虽然是高升，但是很舍不得你耶。那当初就是说，你其实应该是很喜欢台南市，然后后来去云林县担任副县长。那其中你到底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大家都很想知道。那时候其实我也很犹豫，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确定就是市长已经确定就是他的内阁，他的小内阁是，那确定我就是要留任担任环保局局长，一切都确定了，都确定，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云林县李县长是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都还蛮犹豫的，后来有2点，让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帮忙，那是去帮忙的一个考虑的范围，而不是升官，是一个帮忙的性质。觉得你不是觉得是升官，是觉得说我是要去帮忙，我是去帮忙，就是说，因为那个我们台南的环保已经。对我来讲，就说是8年多对，我个人的这个当然不能讲说所有的理想都已经完成了，事实上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我的团队可以有机会，甚至应该会比我在的时候做得更好，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意，这是我深信这样觉得。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去帮忙云林县，在云林县比较没有机会有所谓的这个政务，就是说比较有行政比较多的历练的事务官去帮他们忙。对，那他们的环保的问题，其实那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包括我们那时候所提到的
浊水溪的一个扬尘，包括他们的，我们知道他们的环境面，就是环保面，事实上有很多需要我们来给他协助的。对，好，那我那时候就很单纯就想说，假设我到那边去之后呢，能够把云林溪、浊水溪扬尘，有机会能够集合我们的力量跟过去的这个经验，对，能够尽一点心力，或者或许那这个云林溪浊水溪以南的空气会有机会来做相关的改善，这样可以解决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南市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的 PM2.5的问题，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跨县市的一些环保的问题，也可以有机会或许做一点贡献。好，这是基于好几个层面对来考量。那当然我有来请示我的当时长官，是好，那时候市长就觉得就是说我应该要去帮忙，好帮忙。当然他会觉得我如果能够留下来的话，那是非常的好，好。不过我是觉得就是在各种的一个考量之下，那我就是到云林县去服务。那开个玩笑讲，就是说我这心里想说啊，那我这边当了8、9年了，我如果继续做下去的时候，那就别人也没有机会当局长了嘛。没有人敢跟你争啊，没有人做比你好。开玩笑，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也应该要交棒。好，因为没有任何的位置是非谁不可。对，我个人认为，我到现在也是这样认为啊，没有任何的理由是非我不可。好，任何人来都有机会比我做得更好。那我也有机会在我目前的阶段的角色做得比别人更好，所以其实是每个阶段的使命啦。我觉得就是把它当作是个平常的心态去做。但是即便如此，我到了云林县，我还是日日夜夜在思念我的团队跟台南市，是真的。是哦，对，因为不太习惯，刚开始去真的不太习惯。对啊，因为在台南市的这个环保局的团队，让你就是说跟你的合作默契非常好，都已经知道说，怎么跟你做配合。那可能一开始你到这个云林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可能他们的团队没有我们台南市的团队人这么多，或者是说，他们的工作经验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这样讲好像也对，也是不对。怎么说呢？因为让我怀念台南的不是只有我的团队，我在台南有很多的好朋友好朋友，包括碧纯就是，对不对？包括有很多的我们的，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这边很多的好朋友，很多里长啦、区长啦，包括很多的。我又喜欢吃喝，所以就是很多的我喜欢这边吃这边小吃，是好，所以那其实是就是人讲带榔头念狗狗，台南是孕育我的地方，我台南女中毕业嘛，所以其实是离开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一吃东西就想到啊，我以前最喜欢吃的那个什么比方讲，我喜欢吃的这个那个肉丸吧我喜欢吃的这个蛙粿嘛那个黑黑的蛙粿，我喜欢吃，那边没有了。是，但是你可能没有，大家一般都想不到，云林它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地方，我一去那边就喜欢上那里。就喜欢那里，真的。他们其实是就是包括那边，因为我担任副县长，所以我就很必须要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我们经常遇到就是农民、渔民，需要我们给他帮忙跟协助。那边有很多的长照需要我们去照顾，等等。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农民跟渔民，他们会的，我都不会。他们眼神是真的是就是很单纯啦。你去就觉得就是说我好喜欢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我所接触的就是我以前过去没有接触到的。所以其实到了云林之后呢，会让我更谦卑。因为真的那有时候农民的一句话，譬如说我们在云林县跑行程嘛，你看到旁边，你看不懂是什么，我就问说这是什么啊？这是花生。因为你不知道花生那个你是碧纯你会？我其实我让我看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吧？真的，对，花生长在土底下，你怎么知道是花生呢？对，你看到花生这个，它就是一颗一颗绿叶嘛，你哪晓得是花生？对，我们看到都是已经在卖的那种花生的。对呀。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犁田呐，他们在耕田、种田等等哈，包括云林县的这个我们的同仁，其实是
他们虽然没有一些比较多的历练，不过他们就非常的认真，也很谦虚，而且有一点哈，议员那边的议员，当地的议员，不管是哪一党的议员，对我都非常的欢迎。他们就觉得很欢迎，说我们可以从台南去到那边跟他们一起打拼。所以其实我到那边去，我感受到就是说云林的热忱、热情跟台南是一样的，一样热情，然后一样的这个单纯跟善良，真的，对。所以其实云林那边就是觉得说，哇，有一个这么专业，把环保做得这么好，让我们迈向这个低碳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局长，然后到我们这边当这个副县长，他们当然很开心呐。那这样子你到那边之后啊，其实你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环保的专业把它带到云林呢？我到那边去之前啊，我有思考过，就说在环保的历练上面哈，能够跟我一样久的完整的人，可能找不到吧？少数，少数，我不能讲找不到，应该还有人比我更专业，然后更用心的，就说是不多啦哈，不多啦哈。那也就是说是少数啦。对。但是我秉持一个原则，因为环保局是府外机关，那府外机关等于是云林县的府外机关，是它是独立单位所以我即便是这方面非常的专业，但是我不能够干预，我必须尊重，这我觉得很重要，是对，必须尊重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决策决定啦，或者是只不过在制度面、在政策上面，那么我们必须一起讨论，对，因为很多的政策、很多的面向涉及到全民的权利义务的时候呢，他们的权利的时候，我就是必须进行指导，那其他部分我倒是让他们自由去发挥，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几点，就是我们包括那时候去哈，就帮他们把亲近家园做起来的，他们摆脱了所谓的那个全台湾最脏的一个那个乡镇，就是麦寮的地方的，就是把它摆脱掉，这就很不简单了哎，帮他们争取到那个这个中央的一个预算跟资源。是。那在垃圾处理方面呢，也帮他们能够来协调各单位，因为我们人脉比较熟悉，协调上让他们虽然焚化炉的问题，但是他们垃圾的去处，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还蛮，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对得起我自己啦。起码那段期间，他们垃圾的出处对，没有造成所谓的公共卫生的一些传染病的问题。这样对，其实很受到好评啊，大家都觉得说哇，把你的专业发挥到这个云林帮助了他们。那其实呢，你在云林县就2年多，对不对？那2年多，其实你就不只是环保局长，还有当到副县长的话，这样子你要管的层面很多，不是只有管环保啦，管的东西很多。那你在那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辅佐这个县长？然后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那时候辅佐县长，我们其实是副县长，就是辅佐县长，是县长的一个分身啦哈。但是我不是县长，所以我很清楚我的角色。是，所以我必须尊重县长。县长他很明确，有些事情需要我去主持会议啦，有些政策上需要我去帮忙啦，我就依照他的指示，的分配的工作我去执行，然后把它做好。当然在法规上面有些法律上面会有一些规定嘛，比方说，这个在于这个组织里面授权的，譬如说都市设计委员会，都市计划委员会，有一些在于这个地政局的，相关的地价评议委员会，毒品管制委员会，对，交通委员会。层面好广，对，治安委员会之类，他就说他有一些在于法规里面授权，就是说规定要有县长或者副县长必须去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就帮他把这事情做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但是除此之外的部分，比方我们看到哪些层面应该要去着力的，在每天早上的这个晨报，每天早上一早，那县长就找我们几个，我啦还有包括秘书长开会的时候，我跟他报告，他会指示一个方向，那个方向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再去做努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在于相关的法规，
制度，包括我们讲的这个道安汇报之类毒品管制，是好，其实我都觉得我应该都有尽了一份心力。对，好，那时候像这个我们讲 A1，叶纯知道什么是 A1 吗？不知道。A1 就是这个到院前的死亡人数，交通意外事故的这个到院前的死亡人数哈，我们从一年133位，降到一年大概98，好，就这个就是我们会透过道安汇报的整合的力量，好，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集合大家所有的力量把事情做好。好，大概我们的分工大概是这样，就我其实是不可以，我要主动去管谁啦，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必须尊重体制这样。是，哇，所以其实你很知道说自己在当副县长这个角色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扮演好他的角色，也不可以逾越他的分寸。哦，不行，对，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县长。对，好，那所有的局处长不是我任命，所有的局长、局长跟处长是谁任命？是县长任命。是，所以我只是帮忙他把工作做好。所以这个角色的分析我还弄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每一样工作我都尽心尽力在做，所以跟每一位的局长、处长都合作得很好，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如果就是比较知道说那个张煌珍副院长他之前在台南市环保局在上班的状况，那时候我们常去新闻采访，然后知道说哇，他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求的很严格哦，都说只有最好，没有最好啦，只有更好，对不对？这什么事情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哇，对他的印象就是说。这个女强人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那么坚持，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然后真的是很努力，然后都做到3更半夜，然后重点是为什么还可以这么漂亮？对，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你真的是很坚持说要把你的工作做好，所以相信你在云林的时候也是一样秉持这样的精神，都把事情做好。那反过来讲就是说，那你担任这个云林县的副县长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很大的收获啊？最大的收获就是真的是。让我学到看到全面的社会上面的问题，去体会到各个阶层他们的努力跟所需要的关怀跟协助。就之前你当环保局长的时候，你可能着重在环保那一块，但是你当副县长之后，你着重是全民，对不对？所以角度就要更广。对，所以反而到那边去之后，我会发现说很多事情是不用太执着。这原本你很执着，对不对？我们知道你对那个做什么事情，我很执着，一定要把它做好。但是你后来觉得说不用太执着就是说那个就是态度上面吧，我觉得就是会去更体谅大家啦，更体谅，因为我们会听到真正的声音，是好，当然有些还是必须去要求啦，但是有些部分我就会觉得就是说，有些部分事实上是，我也不必那么的坚持，一定要怎样这样，事实上是各种方法都会达到一样的终点目的地嘛，那你要怎么走呢？你要这样走，还是有时候迂回一下？如果迂回一下，不要伤害到别人，为什么不走迂回的路？所以有改变你的人生观跟你做事的方法，对不对？我觉得还蛮多的呢，还蛮多的哈。哇，所以我觉得你不觉得我看起来可爱吗？对，就是让人家感觉你越来越亲切，越来越可爱哦。以前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冰雪的美女，然后现在觉得说，哇，是一个很暖的美女啊，真的吗？真的有感觉，很开心。对啊，人家说相由心生啊，真的，所以就是其实这样子的历练，让你觉得自己在处事更圆融，对不对？用心看吧。用心看，不见得我会圆融，就说，我不知道有不圆融，要你来看我有没有圆融。可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这几年当中，让我用心来看世界，用心不是用眼睛，是用心看世界，这个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还是求好，把事情做好，还是我的原则。但是不会那么的坚持说，我一定要那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当然不一样了，环保局局长的角色是不同的。对，环保局长的角色不能够像我现在这样想，而是他必须要站在环境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那个层面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对，
哇，所以不同的历练，我觉得也让那个副院长你成长了很多哦。好，那后来呢，你离开这个云林县之后嘛，到这个商研院，好，那你到商研院又是怎样的机缘哦？怎么都会让人家感觉越来越高深呢？我在离开台南市的时候啊，我在台南市当环保局长的时候，我在差不多民国101吧，就是合并以后的第2年，我就申请退休。啊，你是这么早退休？那时候赖市长就问我说：“哎，黄志玲怎么申请退休？你要去哪？”我说我没有去哪，但是我不能够站着事务官的位置，又心想说将来我做不好，回去当事务官，所以我决定把事务官的位置就quit掉，就是把它就是退休，因为我觉得假设有一天那个我不当政务官，我也不要再回去当事务官。那结束之后到了云林县当副县长，我就觉得那份工作应该是我人生当中，公务人员里面，公务人员哈，在地方服务公务人员或许是最后一个阶段。我觉得人生必须有一些这个规划，而不是说我一直要在这个地方去进行发展。是，所以那时候离开云林2年，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的，不管是在制度法规的限制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同时我觉得这个李县长他在县长的任内，第3年、第4年要打的团队跟第1、2年是不一样。不一样。对。第3年以后就是必须考虑到他下一任的问题。对，没问题。所以我后来离开云林县的时候呢，我的习惯就是会让这个好因缘际会当中，那就是许天才董事长，也就是以前我们的市长，对，他知道我要离开云林县政府，就很高兴说，那你要不要来商研院？是。那我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在想说，哎，虽然我在云林县哈，我也接触过很多的企业的发展啊等等，也有啦，但是我毕竟不是学这方面的，我就问一下那个我说董事长，那我不懂企业经营哦，好，我没有接触过，我是学环工的环保。他说，如果你来，我要你做的事情是到南部去，来协助南部县市的企业、服务业、零售、餐饮，对，好，批发等等这些服务业，能够让他们在竞争力能够跟北部一样好。那你很了解南部的文化，对，所以而且南部的人脉你也够熟，包括各县市的这个县市政府啦，跟企业界我大概都认识。所以他说，我觉得如果你去是有这个使命要给你。再就他跟我讲一句话很重要，我觉得那句话是最重要。他说哈，将不分兵种。那是在于做事的态度跟方法。是。所以我一想，哎，对哈，或许我应该，我之前不是常常在这个罚人家，环保没做好开罚单，开玩笑，没有了，没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哎，或许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历练，好，然后来帮助更多我之前没有帮助过的人，不也很好吗？对，所以就到这个商业发展还有一点，我的私心。你的是为什么这么讲？我的私心一直认为说，我以前在当环保局长的时候跟这些产业界啊，企业界，只要他们听到环保局长来啊，其实不是那么的从心里欢迎的，是吗？他们觉得环保局又来了，又来干涉我们什么？我这边都做得很好，我也没有乱丢东西，我的水排放也很干净。比方说，所以他们一直，可是你不觉得，如果假设他们不是从心里面去感受到永续的重要，感受到环保推动的正当性，跟必要性的时候呢，都是半推半就，对不对？没错吧？对，应该会有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那假设我到了这个位置来，那我有机会能够将环保之前没有考虑到的生活面向跟
企业的商业模式，从商模来推，从商业模式来推动企业的组织跟发展，那应该环保就可以藏在无形当中，你就不必去一天到晚逼人家说，你为什么买东西呀？哈，这么多重包装啊，过度包装的问题也是你很注重的。对，你为什么这个事情啊，这个这样做的使用的是什么非环保的油墨之类的？我们从商模去做处理，从商业模式，从循环经济的面向，好，这个从各种不同的那种模式去做处理，不是更好吗？很聪明哎，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推环保，大家又很欢迎你。所以碧纯，我是不是还是有私心？我还是忘不了环保，对不对？对，没有错吧？但是你这样讲，但是大家会觉得很好，可以推动商业，然后又可以做环保。对对对。哇，这样真的很棒哎。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啊，大家其实对这个研究院会想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啊？好像有半官方的色彩嘛。那其实这个机构大家还不是很了解，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副院长跟大家说明一下？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所以从组织看，知道是财团法人。对，财团法人。所以财团法人法有财团法人必须遵守财团法人法的规定，它是法律规范，所以我们知道财团法人各种财团法人他受到的规范比较严谨，所以做事或者品质方面比较受到尊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工研院对不对？对，工研院是产业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智库，对，跟帮忙产业进行颠覆性技术的研发，让我们的产业可以跟国际来比拼，就是说跟他们去做竞争。对，工研院是这样嘛？对，工研院大家比较常听到。对啊，我们的技术跟工研院来合作啦，他们帮我们研究出来，我们现在得到专利了，我可以拿这个去生产，然后去在世界上我们就有竞争力嘛。对，它是经济部的法人智库。经济部另外一个法人就是商研院。就是你会制造会生产，你不会卖，你没有商模，你怎么赚到钱？所以这后续的更重要。所以我常说，我们商研院就是说来研究商业模式，你要的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订阅，我们现在订阅式服务外送的机制啦，或者我们讲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创新的方法，我们讲无人商店，那个都是商模，都是商业模式。对对对，我们讲说我们的这个车辆共享汽车也是商业模式，也是一种模式。对，然后促进商业的发展。对，哇，那这个部分的话，包括我们现在去餐厅吃饭，有时候比如说你用 app 点餐，有没有？你到那边去之后，然后就是其实是点餐的机制、结账的机制，各种不同的模式，创新的模式，这种也是商模。所以我常说啊，说这个产业啊，如果只懂得生产，懂得生产。它不同的销售，对，也没有通路，也卖不出去。没错，通路的部分也是我们的。所以说如果要摆脱毛三到四，让它的毛利可以拉到20几，怎么办？就是找商研院，这样就清楚了。所以商研院其实事实上我们不是完全做研究，而是说我们把这个研究出来，或者我们知道就全世界或者台湾目前所需要的一个商业模式来进行推广跟辅导，让不管是服务业还是产业界，在于应用创新的模式之后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营业额，让他们的这个产品竞争力更强。就你很清楚，我们说那个我们一个产品出来，如果不懂得品牌，没办法做很好的包装，对不对？对，设计其实是也卖得不好，这样。这就了解。那工研院它成立有40几年，那我们商研院只成立12年，所以我们商研院应该是在国家目前台湾国家智库里面是最年轻的一个单位。北部的人比较了解商研院，
那中南部哈比较不了解商研院，不晓得我们商研院在做什么，就以为我们是学术研究单位嘛。对对对，我是在做研究的，还是我是一个教授级的？对，我们没有，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在辅导业者，帮助政府辅导业者。是，嘿，或者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是进行这个纾困哈，去年服务业餐饮零售不是非常的受伤很惨重嘛？对。我们商研院就是必须要来帮忙经济部进行180几万的纾困专案，来拨给这些餐饮跟服务业，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在这样子。对，哇，这样听完副院长的解释，我们大家就比较了解了。那因为大家之前对那个工研院都比较了解嘛，那是研发一些东西啊，让我们可以进军到国际。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个商业模式把它设计好啊，来卖的话，可能也卖不出去或卖不到什么好价钱之类的。所以呢，商研院也是相当的重要哦。好，那副院长，那就您到商研院之后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工作成果让你觉得很骄傲的？到商研院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目前应该不能讲骄傲，只是说我们不断的努力有成就感的，不断努力就是我们还是在于这个，我们把南部嘉义以南到花东就是我们的重点的服务区所以，比如说，你看我服务范围有那么的广，对啊，你都常常站高铁，嘉义以南到花东这些是我重点服务，但是其他县市不是没有，所以我们重点服务辖区，重点服务好像都是比较一般人觉得印象当中比较偏乡的地方。对。那我们这些地方，我们也每年都有不同的计划来协助辅导我们的餐饮业、零售业，甚至我们这几年做就是说，包括电商，包括连锁加盟还有相关的观念的一些改变，还有其实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地方，也开拓我的眼界，就是我们有执行农委会的，将我们台湾的农产品、水产品拓销南向国家，到穆斯林的国家去打那个就农产品、水产品的输出的一个贸易，就是输出的战去帮忙寻找通路哇，这也是商研院的工作。这很有趣吧？对你来讲应该是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还有客委会的案子，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做客家技艺传承跟创生计划。好，那这个都是很有趣。那有一点，我想我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比较应该是有个交代了哈。我们知道去年整个这个冠状肺炎以后，有很多的零售餐饮事实上都受到很严重的冲击。对，没错。那我们辅导的业者，那所谓的亮点的业者，有20家，20家亮点的业者20家，从嘉义一直到花东20家亮点业者20家。这20家亮点业者呢，他们的这个营业额，都比去年2020年比2019年平均增加35%。就是在疫情的时候，他们反而营业额还增加，因为有你们的辅导。对，2020年比2019年还要增加35%的成长。所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只要用对方法，你看到先机，超前部署。事实上，即便是在疫情当中，那么危机海啸来的时候，你要懂得应变，也不见得就是会全部都一片倒在沙滩上面这样。对啊，我觉得还蛮好，有我们的亮点的20家这样。对，哇，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其实对各行各业，观光旅游、航空很多都觉得说受到冲击。可是刚才副院长您讲的有些企业你们亮点的辅导的这些竟然还可以营收比之前还更好所以其实是说不管是不是有疫情，其实你如果方法做对反而是可以这个危机变转机，对不对？对，对，那你是不是又给企业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那个跟企业的互动他们讲几句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当然这些计划里面也会给他们小小的这个所谓的补助辅导金因为不多，但是会补他原来该做没有做的部分不过那些企业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说，好几位都这样讲，重要就是你告诉我哪里该改，讲对了。我什么地方是不足的地方，你告诉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说是政府给我预算，我照着政府的 KPI 去完成。
这差很多哦，碧纯。譬如说你是业者，你跟我申请补助款，对不对？对，我跟你申请的话，好啊。那我如果说你必须要求我的 KPI， 你要这样哈，你要做这么多，对，你才能够完成嘛。跟没有跟就是我们只是给你一点点，对，就直接看说，我的但是告诉你说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怎么去改，是，那你愿意接受，所以这个成长比这个还多。对，因为有时候你如果照那个 KPI，就是每个流程你都照那样子的做法，也许不适合我的店呐，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看见说，我的缺点在哪里，改掉这个缺点，然后就用一些资金，其实可以让我的这个行业做得更好，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对，有的就是个动线呐，有的就是你这个我们的那个店面的动线的问题啊，你摆设的问题啊，对啊，对啊。所以你们会有专人去现场帮他们做这些辅导，所以那个完全都不是所谓的用心看啊，不是说补助款啊，你有没有去做好啊，KPI 有没有达成啊，不是，所以他们说，奇怪，这个是他们发现一点呢，就是说其实自己努力很重要，但是需要是说我们的商研院、我们的政府机关，好，对的人、精准的人跟专家给他正确的建议，哇。对，所以就是说，其实那像去申请的，其实北部的会比较多嘛，因为他们比较了解，还是说南部也？我们只规定南部跟东部。南部是你们部分是这边，然后其实您刚有讲到说，在北部的话，他们其实对那个商研院比较了解，所以他们是其实都已经有在做，但是南部这一块其实都要靠你来开发，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观念去引导他们，当然商研院有很多的资源啦，比方说。这就不限制在哪里，比如我们有一支计划是优品计划，是国贸局的哈，那个就是把大家台湾最好的产品，好台湾精品哇台湾，将它这个把它导到那个国际去，就是找的是跨境，好出口到这个其他国家去，像印度啦、马来西亚啦、美国啦等等，也有一些是这种打法，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我们商研院做的有的是。有些企业它只目前在国内销售，它还没有到国际去，那我们就不用往那边走。教他们把脚步站好，把产品定位做好，把最基础的所谓的这个服务面向的一些那个叫做服务品质做好，产品品质做好。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呢，会教他走电商，好。电商或者是外送，搭配外送，搭配电商，对，好，然后开始有一些教他怎么样做简单的一些行销，用数位的行销、社群的行销这样子，到一定程度他发现他已经可以有竞争力的时候呢，教他打国际仗这样，哇，它是有策略性的。是，那所以如果说想要寻求你们的协助，有没有什么资格的限定啊？没有就是餐饮跟零售吧，餐饮零售，然后觉得自己的经营想要更好、更有发展，都可以去寻求你们的协助就对了。对，哇，这么棒哦！哇，那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可以好好的运用对不对？所以今天副院长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到的、有需要的，让你自己的这个商业模式更加的进步，然后让自己的东西卖得更好，对不对？赚更多钱就要找你们商研院，是这个意思？对，其实我觉得观念有一句话时间快到了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玩了，我觉得我从一些朋友里面得到一个有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观念也无改，是世人就骑欧多拜。观念也无改，一世人骑欧多拜，袂当驶去了车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对啊，所以其实重要的部分是观念，你观念对不对？你观念改了没有？对，哇，没有错吧？对，没错，这一句很好。如果想要开车。想要有司机帮你开车的，就要改变一下你不对的观念，要把观念导正，要进步，要进步。它不见得是观念错，就你观念要进步，所以观念也无改，一世人就骑欧多拜。哇，从你口中讲出来，好可爱哦，就很好玩。对啊，好可爱哦。因为我的台语不太是有点，就是你这样讲台语更可爱了，让你更可爱。好，那其实我们常在脸书会看到你在那边写说超越自我，寻找心中的彩虹，有没有？那这个的话，其实觉得说，你的心境就是不断的超越自我，然后心中的彩虹，对你来讲，心中的彩虹是什么？然后其实像你这样子的一个哇，大家都会觉得很羡慕你。
这么有智慧，然后学历又高，然后又经历过这么多很棒的工作，虽然挑战很大啦，但是其实这当中一定有很多困难跟辛苦哦，外人不知道，都想要看到你光鲜亮丽的一面。那其实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谈一下你自己心中的感觉？人生有好多的阶段对。然后每个阶段，你想看的彩虹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你彩虹是不一样的，不是虽然都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每个时候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都会有不同的，所以你一直寻找不同的彩虹，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对啊，我觉得那个可能因为哈，为什么这样讲？彩虹一生会看几次？依纯，我们一生哦，其实我觉得不会，大概10几次就很多了吧。我是说看到真正的那个彩虹。对呀，对。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当然，我自己的期许就是寻找内心中的那个彩虹啊。内心，心中的彩虹就是，其实我觉得看到彩虹就是很幸运的。对，你每个阶段都会有彩虹的出现。应该这样讲，就是彩虹都出现在什么时候？下过雨。对，就是雨后才有彩虹。对啊，下过雨。你没有那个空气中没有那个水汽，怎么会有彩虹？对，彩虹是因为空气中有水汽，加上太阳的照射，好，然后形成物理的作用以后，对，它会有一些彩虹的变化。所以其实是，雨后会有彩虹，而且雨后的彩虹在出现在一定的一个环境底下，你才会遇到，那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或许我们在过程当中，虽然这段期间每天都下雨，对不对？但是没有看到彩虹，你都看不到彩虹。最近没有看到。是啊，看到空气污染。是啊。所以你终有机会一定要遇到彩虹。像碧纯说，您可能到目前为止，你印象比较深刻是有10几次。对，就是小时候，其实很少，而且我还是要特别去看呢。对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你的彩虹。对，当然就可能在心境里面，在于心中最放得下来，然后没有一些挂碍，或者觉得就是我们这样做已经到了某个阶段，你不必再寻找彩虹的时候就是对了。哇，不必再寻找彩虹的时候，那你现在还会再寻找彩虹吗？当然哦，要不断的去寻找，再继续。对，然后雨后是会代表说自己有遇过一些什么困难挫折之后才会有彩虹出现啊？不一定不一定吗？我请教你哦，有时候的雨中你不觉得很浪漫吗？哦，有时候下雨是好的，像现在缺水，大家就很喜欢雨。对啊，所以也不见得下雨就不好。对，哇，所以这样把它当做自己人生的一种追求。对，我觉得你好可爱哦，就是还保有童心呢。我还蛮喜欢听雨声的，我都觉得如果说外面下雨，当然那种狂风暴雨是没有什么可爱啦。对，狂风暴雨我如果还觉得可爱的话，我有问题。对，如果有时候你在不管是就是任何的时候哈，你有雨声，有雨的声音的时候，其实都觉得那个声音，雨声虽然有声音，不过那是一种宁静。虽然有雨声，但是很宁静。哇，好深奥的道理。没有。对，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好，那我想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副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人生观跟你有什么样的座右铭吗？我的人生观其实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飘》。认识家人吧？对，我觉得那个电影哈，我看了2次，所以可能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个飘的女主角，她最后说了什么话？最后说了什么？因为她的王子不是走了吗？对，你还记得她的王子？你给他飘那个什么费雯丽，是不是？对，费雯丽。我只记得费雯丽。她的先生很生气，就骑着白马就走啦，对，就不理她，因为他是觉得哇，这谁？后来他说一句话，就说他就倚在那个他的家的门口，对，然后看着他的先生哈，就说没关系，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那对我来讲哦，而不是我的解读，我又把它更深变成内化是我自己的语言了哈。
费雯丽说明天又是全新，对不对？张文珍说说不管如何明天太阳依然从东方升起，不会从西方，每天从东方。所以你不管怎么样，明天一定有太阳。不管如何，明天一定是全新的一天。明天就是今天已经过了，对。所以其实是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明天又有太阳出来，或者在明天我们就会看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彩虹。没有啊，彩虹啦，心中的彩虹。对啊，永远充满了期待，这样子。所以这样听起来，你的人生观其实一直都是这么乐观嘛？都觉得我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有太阳又从东方升起。对啊，所以我的烦恼不会过第二天。哇，真的，我们都一直以为说像你这么精明能干让人家觉得女强人型的人会烦恼很多，结果不是啊。不用烦恼啊，烦恼为什么？烦恼是永远不要为了烦恼，永远不要为了未来而烦恼。哇，未来还没有发生，你怎么知道没办法解决？真的那不要烦恼。你这样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所以其实我偷偷告诉观众朋友，那个副院长很喜欢樱桃小丸子。樱桃你看喜欢樱桃小丸子的，一定就是很有童心，很可爱。哇，所以人生也对你来讲，真的没有烦恼。其实我就是那种很会烦恼人，真的。对。我觉得我要学你可是为什么才可以永葆青春美丽？你会容易烦恼，怎么还这么美丽呢？我们是妆化的比较浓副院长是真的漂亮。你有化妆也是非常漂亮，我见过，很漂亮。哇，今天真的很开心其实就觉得是老朋友回到台南的感觉。对啊，可以访问你，真的是超级的幸运又很开心。好，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观众朋友做分享？我想最后就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共同走过这个在人的历史上面，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的一年，对，就是2020年，对，2020年就非常不安的一年。但是我们已经也共同走过了，所以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绝大部分台湾民众，都是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都继续打拼，而且很多都是比以前过得更好。对，就算既然可能在事业上面或许有点的这个稍微耽搁了一下，不过那个心中是满足跟充实的，因为我们的国家防疫做得很好，让我们这时候对台湾更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所以我们也要祝福大家，就是在明年新的一年，已经2021的马上来，就2月以后，对，就是我们的牛年那我们知道牛年我都希望祝福大家牛年可以开牛市，牛年可以得到这个金牛的祝福所以我们希望明年新的一年呢，赶快这个疫情真的是就消失掉，我们跟他说再见。那我们共同来迎接全新的一年。那我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各行各业的那2021年呢，它是一个开始做5G 跟 AI 真的是真正启动的一年。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应该要关注到这全世界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如果你是做不管是服务业还是产业，一定要尽快完成你的数位转型计划，这样子。哇，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实用5G AI 这个未来就像之前你在讲那个低碳城市一定要的话，现在在商研院扮演的角色就是告诉大家，不管是什么行业，5G AI 就是数位方面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这个电视台也一样。对，哇，所以呢，如果对于这个想要让自己生意变得更好呢，可以到我们的商业发展研究院其实可以申请一些协助了解一下也 OK， 对不对？是啊。如果一直抓不到重点，非常欢迎大家，非常欢迎哇，今天真的很开心，不只能让大家听到其实最关键的一句5G AI 是未来的趋势，数位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说像我们张黄珍以前这个前局长他其实就做局长、副县长到现在的副院长，其实每个角色都扮演得非常的好。那除了说自己过人的这个认真跟毅力让他自己永葆青春，然后永远这么漂亮，然后永远这么童心，然后永远可以鼓励大家一起寻找心中的彩虹。
好，再一次谢谢副院长到节目当中，谢谢冰纯，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意。谢谢。好，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起迷行下直播底下各集大乐，咱再会。